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5月13日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市信义区总德街下晡3点多地起放气，有车落到窟窿内底，边仔徛架也有可能会倒去。台中捷运董事长林良泰因为誓言的风波，伫昨主动申请时，今仔日也互人逼讲月台其实有紧急断电 SB。台南市一个妈妈甲查甫囡仔过车路，查某囡仔互车弄死。驾驶载时到灵动念休会失礼，查某囡仔爸爸讲一时之间无法度原谅。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台北市出现一个真大的窟窿，信义区的总德街60巷22号附近一个新建案的工地边仔的道路，伫下晡3点多传出路边放气的事件。出现15米长、3米宽、深度有2米到3米的窟窿，乌多摆一脚踏车拢落到窟窿内底，加载是无人伤亡。就看这啊落一空啊，啊尾啊，我直落落，安尼。有看到就对。有看，头前个架位啦。头前个架位两地才拢放落。两地摊位拢放落啦。啊，即摆市政府叫恁去大啊，无头啊，拢无摆，头啊拢无放啦，头啊拢无放，头啊遐都人另外人都爱安排啦，有安排哦，有安排啊免啦，我应该点样顾了啊。现场会使看到相关的单位拢赶到现场处理啊，因为窟窿甲徛架的门户拢冻掉的，消防人员也当咧甲受困的民众救出来。有一个85岁的士大是先送到病院去，目前并国有10多的民众需要安置。因那窟窿发生的原因，监管处暂时认为是附近的建案长咧施工造成地基的流失，详细原因搁要调查。台中捷运的意外造成1死10伤的意外，台中捷运代理董事长林良泰因为事件风波，伫昨暗时主动请辞，台中市政府是随批准。不过今仔日也互人发现，台中捷运事故迄天的资料显示，为障碍物弄到隔音壁开始，7秒之内，行控中心计总是收到16摆系统的警告，有机关要求检讨，不过台中捷运也随批回。台中这个月才发生工地吊秤落落轨道，和捷运列车弄到的重大事故，引起全国关注。市议会要求台中捷运公司提供行控中心影像甲无线第一文13件光，内容指出，自12点27分04秒吊秤吸到隔音墙开始，7秒内行控中心拢总收到16摆系统报警，也毋过中捷人员即刻真感是台电跳电，无意识到轨道有物件动着。行控中心的人员自始至终都认为是台电的跳电，完全没有意识到是轨道有异物的入侵。我觉得这样的应变实在是太荒唐离谱了，完全搞不清楚到底事故发生在哪里。根据无线电一文显示，27分04秒吊秤弄到隔音墙，刷落来连续的报警信号，中捷人员无警觉到有物件。27分45秒列车弄到吊秤，一直到29分14秒才回报有旅客受伤。政治人物特别会议伫面切出期，中捷柜台其实有紧急断电箱，会当直接互列车失去电力无法度发车，显然疏忽训练，失去救援的机会。也毋过中捷反驳是假信息，断电箱内 A70并毋是紧急动车的装置。只提供人员进入轨道工作进行断电安全防护使用。那行控中心系统时收到的报警信号是伫往北的轨道区，甲发生事故的列车是属于无同的方向。当下行控中心收到电力告警是上行轨道，它是往北仑总站的方向。那依程序，我们是以电力异常处理程序来因应。而事故列车当时所处的轨道是在下行轨道。它是往高铁台中站方向，是在不同侧，是没有相关的设备告警。
台中财运公司代理董事长林良泰因为连续4件风波，在日暗宣布请辞。台中市府经经批准，目前监察院黄秀玲等3名监委已经申请主动调查。规个事故监视涉及经费数是有关有待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刑复法伫台中的建案地书捷运伤亡的事故，引起各县市的重视。台中市为今仔日开始检查捷运沿线的建案。台南市伫昨是稽查刑复法伫安平的建案，发现工地防护设施无符合规定，以违反建筑法来开发。高雄市方面也临时检查市内11个刑复法的建案，有3个工地奉命令停工。老简的哦，这里。到工地突击检查，要求厂商开门。刑复法台中建案的公安问题造成中捷伤亡的事故。台中路检处13队捷运沿线建案展开体检，发现这个工地连时间计，也有最新标示，以及物料藏的所在无符合规定，要求限期改善。改善企划原则上是7天内至少要把改善完成。除了事发所在台中捷事故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台南工务局昨日派人稽查刑复法位伫安平区的建案，稽查人员详细看工地内部，确认防护设施是不是有问题。部分施工衣架与外墙间距过远，而且没有设防护措施。那部分的安全围篱也没有施作等多项缺失。那对于这一次的稽查的缺失，我们将会依违反建筑法63条的规定，并依同法89条进行裁罚。工地设置人、稽查人员甲相关的缺失记录，准备依照违反建筑法对建筑起造人、承造人甲监造人各处9万块以下罚款，并且伫下礼拜核查。那台南、高雄也稽查辖区内11个刑复法的建案，针对这项缺失来开发。检查发现有3件有立即的风险，已当场勒令停工改善。另外有7项因为未落实坠落、感电以及物体飞落等安全防护措施，依法裁处新台币70万元。虽然因为防护缺失，罚款8日早起，刑复法伫高雄爱河边的建案已完伫施工，劳工局提醒业者甲施工人员一定要完成工安的防护。若发现重大违规的，会下令停工并且重罚，杜绝工安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一个妈妈甲查某囝行斑马线过车路，煞互车撞，查某囝是死亡，妈妈重伤。开车的人是一个姓杜的有心妇女，在时出现伫殡仪馆，向查某囝的灵堂落跪回失礼。查某囝的爸爸讲，一时之间是无法度原谅。因台南市警方也开始伫路口执法，但是发现要是有驾驶无让过路人，是当场开罚。第6天你才出现。先穿乌衫、乌帽啊，滴个加加，这查某人来到，互伊开车弄死的查某囡仔灵前跪落去。不过，这查某囡仔老爸也是该扶起来，虽然承受失去查某囡仔痛苦，也阁无希望。这个有心的婚姻人，腹肚内底囡仔遭受无辜的影响。我不希望别的小孩因为我女儿的事，就丧失了出生的机会。这位查某人摕到鲜花，双手合起来，哪摆哪细声哭，对家属讲真失礼。查某囡仔老爸坦白讲，查某囝弄死加重伤，一时间是无可能原谅。做啥物补救拢无法度挽回查某囝的性命。伊讲对着肇事者用这侪工才来治伊，伊讲要治的只是生意。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诚意。说真的，你大人大件啊，做唔对代志，该面对的就是爱面对。造成事故4度的查某人家己坐来，离开灵堂了后，无看人陪伊。对着记者询问是不是有话要讲，伊拢无讲话，敢若用点头来回答。你刚从医院出来的吗？哦，你出来之后马上就过来这边。西北发生死亡车祸的路口，未少民众伫分隔岛放起火来哀悼这查某囡仔。台南警方也加强执法处理。情况才发生歪牛过路人的死亡车祸，因为部分开车的人甲骑机车的人看到过路人也是歪停落。人对势你行，你就袂使转弯就行，叫违规知无？为了解决过路人地价的困境，立法院最近已经修法加重歪牛过路人相关罚6000块。尽管文教基金会也希望将来对着违规起点达到6点的驾驶人应该延长道安讲习。而这个重伤的查某囡仔老母已经脱离险境，知影讲查某囝不幸死亡了后，是目屎出地，非常伤心。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改善过路人的安全，交通部昨调集相关的单位开会讨论，也是测台北市行路人安全环境改善成效。
内政部方面也讲，鼓励各地方政府提报行路人环境改善计划，尤其伫校园周边的计划会大成心理，通过就会补助。台北捷运板南线先导西站出口外的人行铺面已经完成拓宽，也计措自行车专用道。那挖到的这个大路口，唔那设置有行人庇护区，好袂好行过的行人会当伫路中央停等，也有采黄乌车线的车组，缩小车辆路口西弯半径，避免事故。在台北市比较有感，其他县市就也还差不多。这样的话当然是比较便利啊，可是如果是像这种骑楼，它就很多高高低低的，就不太方便。这是中孝东路自1988年以来头一摆全面性系统化改善人行设施，包括像中孝东路二段甲金山东路口人行道边仔原本设置机车停车格，难免人车争道改善了后，增广人行空间，增加安全性。交通部表示，中孝东路是北市首要道路汇集中心，未来也希望打造做人行重点示范区。经费也由内政部营建署审核了后，由增减基础建设计划来补助。校园周边的。因为学童的安全，目前是我们行政院是把它摆在第一优先，所以现在只要是属于校园周边环境的改善，你只要提来我们就审。内政部表示，继续鼓励各县市政府就改善人行环境来提案，尤其伫校园市区位增加学童安全的改善措施，是目前重点推动项目，也会优先审核。记者综合报道。欧盟的外交省长伫瑞典召开会议，调整对中国的政策。伫战略安全的部分，讲台湾甲乌克兰是两个大的核心议题，而且欧盟对台湾的立场是无变，是会维护台海的状况，避免紧张的情势欠悬。也若全球固态锂电池的龙头台湾飞凌科技宣布投资法国50亿欧元设立工厂，也强调紧会留伫咧台湾，行向全球。欧盟各国外长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作为外长讲，欧盟必须团结对中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立场，也应该严肃看待中国伫台海的军事威胁，嘛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风险，重新调整对中国政策。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be naive about this and to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a state economy and it is also a one-party state.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ere I think that both the EU and the rest of the global society have to reconsider its positions. The situation, for example, in Taiwan Straits has been changed by force. Therefore, Europe needed to react, and the reaction would lead to some sort of a decoupling. 欧盟外交首长普瑞尔会后表示，有关战略安全部分，台湾甲乌克兰是两大核心的议题。欧盟对台湾立场无变，维护台海现状，并且避免升悬紧张的情势。因为台湾对欧盟也有全球的贸易非常重要。之前法国总统马克宏因为外建立台海事务的发言引起风波，在哩全球固态锂电池的大厂飞凌科技宣布，要投资52亿欧元，伫法国设立海外头一座超级工厂。马克宏也亲身介绍飞凌来自台湾。Il y a un an, j'étais à ses côtés à Versailles. Il me montrait sa technique de batterie, très innovante, et il a pris l'engagement, vous avez pris l'engagement à ses côtés, de regarder la France. 不过，进前路透社报道，飞凌执行长杨素兰接受访问时表示，有政治的议题，董事会无想要伫台湾扩张伤侪产能，飞凌无过再是一间台湾公司，引起放弃台湾的疑虑。飞凌也发出新闻稿表示，消息是媒体误写的，原文是飞凌未来毋那是一间台湾公司，更加必须是国际企业，将会滚流台湾，扩向全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的提名人选后礼拜会出炉。争取提名的企业家郭台铭今仔日到金门发表和平宣言，表态接受9二共识。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是批评讲，在野党接受9二共识，就是行回头路。为台为民。国民党总统人选17就要公布，积极争取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拜六到金门来造势，并且伫金门和平纪念园区发表和平宣言，讲两岸议题。头一摆讲愿意接受一中各自表态9二共识，并且讲一旦当选，会伫金门设立两岸的常设谈判处所。如果我当选总统，就会根据宪法1中开启大谈判，在金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诚意地直接谈判，不需要任何其他外国势力介入。
郭台铭也表示，是民进党挑战破坏和平，立党内竞争对手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佛诞节如何祈福法会，地主席也甲这个规模又到两岸和平，不如甲郭台铭比较意味。两岸和平、国家安全，是我们全台湾人民所最盼望。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计下礼拜要甲郭台铭甲侯友宜两个人会前会做最后提名的讨论。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已经启动陆战，13出席的屏东信赖之友会成立，更加批评在野党接受9二共识是行回头路。台湾愿意伫对顶尊严的立场上，和中国进行合作，彼此的和解，了后创造两岸和平。赖清德讲，无主权的和平不是真正和平，强调追求和平方法一定要正确，主张做好万全的准备，抵抗中国侵略。佮再讲，为和平奋斗是未来一个阶段的使命。记者综合报道。黄sơn號的風面今日暗時會到台灣中部以北的地區會大聲落雨。禮拜到拜一全台攏有雨水。因若最近有風聲講水會繼續有可能會起。經濟部甲行政院對此都有提出回應。中南部考驗也無法度解決，大水公司頂一日甲檢討水錢合理結果報告送交立法院，作強解讀做是水錢可能會起。經濟部表示，目前會以成本甲物價影響來做檢討，希望互民眾有合理的水錢，可會當兼顧省水。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嘛表態，水錢會採累進費率，不過目前也無起價時間表。這個未來。這個累進費率，當然是要促進節水。針對水費，它還在一個這個規劃的階段，要考慮到民生物價以及這個水的成本。那我想我們是非常謹慎。目前雨季的第二波方面，當地挖進台灣，拜六中部以北對反冷落雨，禮拜到拜一全台灣會落雨。不過，這波望景雨的方面結果較鬆人，對水情的幫助恐驚是真有限。一直到周一的白天，我們台灣全島都還是有下雨的機會的，但是受到鋒面在巴士海峽的影響，所以這個我們台灣主要降雨會是在東部跟這個比較南部地區為主，那中部以北就相對來說零星很多。後禮拜一開始，鋒面會豆豆離開，各地天氣就會慢慢的穩定。不過後禮拜48，還有一波望景雨的鋒面會挖進，各地會佫變做是有短暫出雨的天氣。不過雨落濟落少也有變數。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壽山附近的社區對最近常常有狗仔出現。壽山國中即馬嘛培訓學生做解說員，向遊客解說狗仔的品性，也有民代建議要結紮狗仔控制數量，但是動保團體是有反對的聲音。拜六的壽山動物園，報道上遊客真濟，也毋過台灣高山仔也袂少，也有高山仔爬起哩提青牌，將牌仔攏騎關去。高雄壽山是台灣高山仔的生態地，山仔登山步道4月當看到，為了確保人狗會當和平鬥陣一陣少年的解說員誕生啊！盡量不要帶。解說員說明登山注意事項，當地壽山國中甲國家造林公園合作，培育學生解說員，13南壽山登山口以互動方式向遊客解說台灣高山的知識，減少人狗衝突。學生大部分都住在壽山附近，其實對獼猴的知識都已經不陌生，但是我們覺得到了國中，孩子應該要負起一些社會責任，所以我們就跟國家自然管理處來做合作。因為最近有幾啊件高山仔出現社區，有民代建議市府將高山仔製藥控制數量，農業局回應高山仔數量我10年無受大的變化，咁要製藥要有社會共識甲法令標準。動保團體認為高山仔落山可能是遷徙本能，還是找水源，反對無人進行真會干預。不去理解說他下山，是不是因為找不到過遷的環境，然後去做一個生態廊道，讓他們可以互相交流，反而是要去結紮它的話，那如果對他們的基因多樣性造成影響，其實這些都是很難去挽回的。協會提醒，若佇騎駕駛區位看到高山仔，會當卡1999，請市府協助來趕，一定唔通家飼，也是佇戶外抗本數，才會當降低高山仔滯留的機會。記者綜合報道。新竹市溪埔子人工濕地今年3月通過環保署的審查，正做新竹市頭一座以人工濕地做主題的戶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計共有5個生態池，
当年除了处理家庭生活废水要5万吨以外，未来阁会成做学生环境教育的重要地点。会变干净之后，就会流到我们的头前溪里头去，这样会不会更好？让我们的鱼儿有干净的水可以喝，可以游泳，对不对？就咱老师小解生态池的作用，让囡仔更加了解人工湿地是安怎把生活中的废水经过一窟搁一窟的生态池来达到过滤的功能。水生植物会净化水源，然后呢再排回头前溪给我们用，为我们提供干净的水源，还有。这边很美丽，然后有很多人就会在这边跑步。5个池子哦，那还设计了让鸟可以休息的这个鹿岛池，然后开始有候鸟甚至会停留到这边。溪埔子人工湿地是在头前溪水尾挖200公尺的所在，占地有12公顷，主要功能是过滤新德市大量的家庭污水，当年会当处理差不多474万吨的家庭废水。经过这个水质净化以后，再排入这个头前溪，就能够达到我们减少对头前溪水质的污染，来提升头前溪的一个水质的品质。环保局指出，未来会举办相关课程，以自然生态参水质保护做主题，让学校带学生来了解人工湿地的重要性。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北市关山和平公园的自由车练习场是有符合国际上自由车示范赛标准的场地。为2019年成立到今，也已经办过一寡国内的比赛。不过，伫场边无车架通放车，民众常常拢甲车平伫咧涂骹，较无安全。现主时就有民间团体捐赠车架，予台北市政府，不少民众拢感觉真利便。把脚踏车挂起伫车架顶悬，看起来好势好势。台北市关山和平公园的自由车练习场，原底无车架通放车，即阵有民间团体捐赠车架，予台北市政府，不少民众拢感觉真利便。因为阮的车拢无迄个骹，袂当徛，所以一定要放到涂骹。大家直接练习啦，吼，也是讲直接运动。中间要下困的时阵，有这车架车在当正安尼放好势。很多的学校他们都在使用，还有国家的选手，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选手们把车站立好、排好。那也因为它可以站立好、排好，所以不会有意外。台北市关山和平公园的自由车练习场是台北市头一个自由车练习场。这个所在有符合国际自由车示范赛规范，为2019年完成到今，也办过一寡国内比赛。不过台北市自由车协会也希望会当继续提升车道的安全性。这1公里的外围这吼，希望吼以后会当用迄网啊吼。差不多50公分悬的都会使啊啦，这1公里拢甲围起来，预防万一拢有球啦，还是有狗啊、猫啊撞入来啦，吼，较袂危险啦，较安全。裴建勇表示，这个场地会有选手做高速度的训练，若有物件伫车道内底是介危险，但是会当增加网仔隔离，对使用场地的民众来讲是更加安全。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北来台湾关无坐摆的泰国前进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坦尼西南，这摆是选真困难的选区。伊认为泰国应该学台湾的民主经验进行修宪，也有侪少年人支持伊的看法，表示一定会去投票，要互军政府完全落台。สวัสดีค่ะรายการเบอร์3จาก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นะคะ。候选人伫大日头卡真拍拼伫选团家己，选前24小时，前进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坦尼西兰带2个囡仔到顶建的社区来拜票。地图顶面满满的标记，就是为着要拍入困难的选区。这选民普遍来自中海界山，坦尼西兰却是充满斗志，想要推动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妇女有利的作文。In the train, we have breastfeeding room. In the public government, we have the breastfeeding room. But when I come to Thailand, we don't have the breastfeeding room. 林权律师出身的坦尼西兰，甲台湾有真亲的姻缘。伊的妹婿是台湾人，家己也捌侪摆来到台湾来学习。伊讲泰国只有进行民主修宪，下一代才有更加好生活。伊也继续甲台湾学界来交流，要泰国学习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Transition of justice
In Taiwan, you have this system already, right? I will use the military court to be the museum like Taiwan. 到即阵发生过12摆军事政变，真侪泰国人祈求稳定的民主选举。大学生甲真侪头一摆投票的人拢认同前进党的改革的主张。If we could chang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o be more of a political, awareness, or maybe make the kids understand how to vote, what our parliament system is, it's gonna be better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7度，中部地区22度到27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华东地区22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加班啊！伊菜点是物，我问候流浪动物